看到迄个海马爸爸的影片？有啊，你嘛有看到？嗯，所以你嘛知影海马是爸爸咧负责生囡仔、照顾囡仔，真正是担起足多责任的。是啊，一个幸福的家庭哦，就是每一个人拢扮好家己的角色。亲像你嘛是一个真负责任的爸爸。多谢多虽然谢。讲哦，你无亲像海马爸爸会当生囡仔，囝拢是我生。啊，不过咱囡仔出世以后，你拢常常斗相共照顾，我嘛感觉足大心的。所以哦，今日所有来参加挑战的家庭，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拢爱会记的，爱互相满满的爱，因为这才是阮的节目想要带予大家正面的影响。对，欢迎大家进来报名，亲目睭来见证一个又一个家庭甲幸福的摸回去。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拢有机会做伙摕红包，好无？今日的四组家庭嘛，拢已经准备好啊哦！先来欢迎头一组福隆宫祖孙，欢迎！哇，高水！再来欢迎世界爱笑佳赢，爱笑爱笑！第三组欢迎酷家查甫硕夏，哇救哦！命！最后几组欢迎乌手拿上友，哎，plus，欢迎大家，欢迎欢迎，今日哦，好好加油哦！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福隆宫祖孙，阮家来，进来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阮家，这是我的囝小福星，这是阮爸爸。蔡万成，我真正不是想要挑讲安尼问的，因为普隆宫祖孙，是安怎会好见面？嘿啊你好诶，嘿，看起来无是有普隆宫吗？伊有家己的舞台。对来，爸爸，你敢认为家己有普隆宫？普通国日子较贵啦，哎呦哦卖安尼遐尔啊定睛。爸爸意思就是天公听公人啦。哦，啊头一届看到爸爸，啊你头一届参加节目录影，敢会紧张哈？你无看龟身躯看？规身躯看是好，敢规身躯看。小紧张啊，那龟身躯看呢？那呢，爸爸哦，嘿啊，你看，阮家哦，为细汉到今嘛变成一个妈妈，啊，你心内敢有啥物想法？囡仔拢会大嘛，嘿，啊嘛水落简单啦袂。啊，毋过伊感觉讲有你这爸爸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安慰。就算伊讲较忝，伊若是想到你对伊的爱，拢感觉有价值啊安尼。这就是做老爸责任嘛。啊，爸爸平常时除了甲阮家斗相共了外，你是拢咧做啥物工课，还是做啥物代志？半退休嘛，嘿，我做一下干妈店生意安尼啊，啊顾孙安尼啊，靠较会着。哦，哦，干嘛点？安尼你足幸福的呢。嘿，恁要去饮料家己摕。你食啥拢有，拢免钱诶。阮爸爸是传承银木娃的职业。你母啊，你敢无信哦？阿嬷伫103岁，阿哥咧开干妈店。哇，那身体足勇敢我诶。其实感觉伊啊，即马无欠钱。哦，欠真钱。啊，不过我很赞成伊伫咧开店，因为较袂老人痴呆。较袂退较袂退化。化哦，啊是安怎？大概出去的时阵，爸爸你拢想要抱囡仔。孙老老对嫁嫁，你啊看遐个相片，哇！阮若是有转去中华，阮拢会家溜出来，叫出来啦，叫出来因为伊的个性就是较介意伫咧厝诶，啊，毋过安尼久啊会伤悲。退化退啦。化啦。啊，毋过今日看到小杰甲爸爸做伙来做节目，嘛感受到恁的感情真足好诶。啊，今日这幸福咧是要我想要送爸爸一个洗地机，洗地机啊！做伙来看因的幸福咧洗地机。哇，这台足好用的哦。因为我即马我两个嘛，一个快伫要3岁，拄啊迄个小福星嘛，是伊咧
学食饭的时阵，满世界拢是。探到龟头卡。对，你爱直直饲，我惊伊伤忝。啊，伊的内孙就是阮弟弟的囡仔，即马伫要聚会嘛，伫咧学食物件，所以伊若是，伊若是不干乱七八糟。蛋糕规个转哈，无你用笔啊，头一个你爸爸就会当用这来洗地机，来表嫂，对，安豆，对，用袂爽听，妈妈，骨头嘛会较用，安尼就用的，好，你安尼无够好心，无够好心，应该是等来拼呢。你讲到重点嘛，我会当更去拼上哦，啊，不过我拼上的时阵，你爱带2个孙哦。无紧啊，草孙是我做出来佚佗啊。好，那今日小姐你爱搁较拍拼啊，因为等于是你爱拼。啊，搁较拍拼，我有练习。好啊，加油吼！马上来进行3杯做一喙，用喙罨甲乒乓拍入去沙底杯仔内面，用1分钟的时间，拢总有30粒球，有2届机会哦。哇，2届机会，你要安怎分配？好，爸爸先，因为阮伫咧练习的时阵啊，小福星负责控球，所以伊嘛是有咧练习的。伊会当三角，加油！加油！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我送你一个金券哦。 3杯做几杯？加先生，你们可以的。我觉得一个，嘿 ，Game Over。哎呀，就是差点。爸爸好厉害，才觉得赢了，聪明。一个人伫咧练习，一个人伫咧食干嘛，一个人伫咧起笑啊，爱靠阿公啊。啊啦，有啦。我甲你招来你高雄做一个任务啦，因为你台语较好嘛，所以我找你来斗相共，叫做公民斗转来。公民斗转来啦。有一个任务，3杯做一杯。 3杯做水吧。 3杯做一嘴。算这个游戏，你看。家己练习，因为你伫中华，我伫台北无法度动作会练习。阿公加油！加油，妈妈加油，妹妹加油。你也是打球，这。哎，作弊！哦，加油！啊！爸爸对呢。你看我很难捡。来，几个电话？我不要。我不要，我7块买啦，7块买几瓣？你那得来哭啦。用弹的不太好。对，其实不要。我丢给你。好难哦！我觉得好像不是小明明的问题，是我没有运动天分。我要受挫折啊，我是休困者。等，我真是看到啥？是安怎有一个人，有一个查甫人无穿衫，细汉的4个月放屎，啊，然后就带去洗身躯。啊，伊落来的时阵无想讲，阮练习啊遐久啊。你直接甲这影片，好，制作单位，制作单位。你无法度讲录一届就准拄煞，你是安怎甲你翁讲，安尼人是要安怎加大？系啊，你只有想到这个，对啊，你拢直接看了。不要紧，因为我感觉艺人就好啊。自然。好啦，来，做伙来。普龙公祖孙，请就位。3杯做一喙，请开始。开始啊！来，你看球！来，高几个！阿公加油！来，高几个！阿公加油！来，高几个！高几个！
就1分钟哦，30粒球哦。加油阿公！紧嘞！哎，过来！哦，一盖2粒哦。阿公啦，这喊慢嘞，一届拢无，哎，我你老呀！高人带杯啊，来，较远嘞，较远嘞。哦，伤大啦，较起嘞，较起一挂。差一点嘛！过来，哦，无对，哦，哇！5、4、3、2、1，最后一粒，真可惜，失败啊！加油三杯做一喙，甲孙带走的阿公，留阮家一个人来挑战，敢袂当成功过关呢？请开始。你只有1分钟的时间，你的查某囝往你的身躯边。过来！这边较悬嘞！喂，你啥都用大的呀？原来拢为我遮来啊！另外一边，差一点嘛。来，哎，那还阁是我遮。较倒边，收过头啊！哎，过来！来，加油！够几秒？10秒，进来！4、3、2、1。你那基本上拢为我遮来啊！哎，真可惜啦！来！我甲阮翁较厉害，你翁今日啊，无要来，你练习要创啥？因为你还跑不好啊？无因为伊有教我技巧，哦，闭关。嘿，这游戏真正较困难啦，我即马互观众朋友来试看卖，好不好？观众朋友有30秒的时间，有10粒球，只要用喙眼拍入去1粒球，就算过关。有啥物人想要试看卖，当得到1000块哦！1、2、3，哦，来后壁这位，我叫黄玉。你好，你感觉拄则看这个游戏，感觉有困难，还是简单？一般。一半。无啦，因为拄则哦，这个普龙宫周孙咧耍的时阵，伊完全看袂出来到底是简单还是困难。好，加油哦！希望你会当得到1000块的奖金。好，来，观众朋友挑战，请一位3杯做1喙。观众朋友挑战，请开始。只要1粒就过关哦！只要1粒就过关哦！加油！30秒，1粒就过关。来，较倒边，差点嘛！较紧嘞！来，紧嘞！较大嘞！5、4、3、2，真可惜，无成功。感谢。我想要申诉，因为拄仔阮小福星弟，阮爸爸无全力以赴，刚好伊给摆一机会。无啦，无安尼好啊啦。既然这台拢准备好势啊，假使讲爸爸过关哦，你就甲这台买回去。好，周孙，请一位，阮家的爸爸想要来继续挑战，3杯做1喙，请开始。来，开始啊！加油！1分钟哦，加油！阮家买互你哦。哦，过来！这紧较紧嘞！较紧嘞！40秒！够时间！爸爸，恭喜哦！哇！就厉害哦！真的就厉害呢！你唔过你即马安尼看就知影，伊一定练习甲足认真的。爸爸遐尼认真，拢是为着你。好啦，不过真正足欢喜的，会当过关啦。恁答应爸爸的代志哦，我嘛相信你一定会做甲到的。对。
爸爸趁今日这个机会，你嘛毋是定定甲小杰做节目啊？你有啥物话想要对小杰讲的？加油啦！吼，真的人生本来就是靠家己，一切拢爱靠家己。爸爸是一个补助尔，会当甲你斗3工，我就尽量甲你斗3工。哦，这是我的责任。人生这条路你爱家己行，哦，行愈长愈好。行愈长愈好。嘿，这是爸爸的愿望。你嘛是行愈长愈好啦，我即马拢足惊接到厝里的电话。袂啦。嘿，袂好啦，啦。爸爸嘛想要继续讲，不管发生啥物代志，爸爸永远拢伫的。哦，恭喜普龙宫周顺！欢迎四个爱笑才会赢！哇，来自我介绍，我是四佩君。大家好，我是大汉的，我是四姓勇。我是老的，天来啊！我是林冠莹。大家好，我是蔡华琴，我是家庭主妇。我见恁穿的衫，足趣味的呢。是安怎有这件衫？我阁有一个细汉的小弟啊，伊最近吼生一个足古水的囡仔哦，这是伊对阮的称呼，阿公、阿嬷、大姑、小姑甲表姐。哇，足幸福诶！你是安怎会互这个四个爱笑才会赢？你看，阮大家拢足爱笑，逐工拢咧笑。你敢知影即马咧翕相的时阵有流行一个方式，因为想要翕相看起来较自然嘛。对啊。拢会讲大笑，你做做适合未？咱做来翕一张好无？来看头前，大笑，因为笑容会带予大家有真侪快乐。我真好奇，恁是安怎规家伙拢遐尔爱笑？敢有啥物原因？因为阮自细汉的时阵，阿爸甲阿母吼，拢无甲阮拍，阮感觉因两个足尊重阮，甲阮的弟弟，所以阮足爱伊。无唔对，尽量莫用拍的，用讲的。今日是安怎？大家做伙做节目？是我报名的。是你报名的？是安怎？其实是因为吼，阮爸爸妈妈真正是足勤俭的人，阮妈妈到即马，伊拢用手洗衫。阮早就有送伊洗衫机，但是伊就是讲浪费电、浪费水，无要紧，我家己洗。安尼我总是了解妈妈是安怎拢无拍囡仔，因为手无力啊。无时间，无时间通拍囡仔。我拢袂赴啊，我哪会亏人去甲你拍？不是啦，真正是爱的教育。想讲吼，啊，若是我送的，伊无爱；但是若是我来节目，节目送的，伊应该会爱吧？哎呦，哦，伊就袂记抓啦。这都要问爸爸妈妈，是谁要送物件互你？迄是因的好心嘛，现在无爱收。都想讲家己会做工课免收啦。囡仔吼，离乡背井吼，趁钱也辛苦啦。哦，趁钱辛苦啦。做伙来看，因要爱幸福的丽水去。哇！是安怎想要爱这个礼物？其实是因为吼，阮高雄人啊，足侪人拢会去厝附近去载水。阮兜嘛是，嘿，阮兜嘛是着去买水。你迄个载水的迄个桶啊，其实有20公升，足重的。但是你若是跋倒着，就危险的啦。我就烦恼。今日若是赢着这幸福的，你敢会搁家己去赶水？有就免啊。你上重要的。今日是一定要成功的吧？一定会赢！哇，阮连续8届啊！一点过关的好无？好，马上来进行出去拧两杯。两个人分杯仔内底的气球，做伙甲刷起跪伫咧杯仔顶，30秒以内跪3组就成功过关，3届机会哦。3届机会，您看什么样的安排？阮两个。3届机会，恁两个，因为阮两个是阮兜上厉害的啊。只有恁两个练习，还是大家拢有练习？大家拢有练。阮妈妈是分袂起来，无法度。一分来分出去。用讲的，大家可能想无。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你是安怎才分看面红记记啦？因为咱这边要咱去参加节目，出去啉2杯。好，第一步，袂使用手揢。
啊，今晚要开始哦，加油咯！这一届分你会分袂起来，用一届互阮看。你成功了呢，拜拜呢。哎，对，你把用安尼就对了。阿哥，你唔是要去韩国佚佗啊？安尼是要安怎练习啊？我伫韩国练习，你伫台湾练习。小快意思啦，我是肺活量小天。哇，都失败啊，那已经困难了。好，阮转来台湾啊，即摆要来练习哦，开始。分袂起来，分袂起来，我懂。好，失败。分做会行，做会走，应该是差不多。所以阮上有成功的地方。所以咱两个爱来继续练习。嘿，哇，哎，你今仔就练认真练习。嘿啊，哦。哇，恁坐咧车顶嘛一定安尼，安尼敢有效？用着吐气，用着吐气安尼。看起来因是真认真的练习。对，啊，不过最后是派因两个来比赛，各位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世界爱笑才会赢，请就位。出去拎两杯，请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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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秒，多15秒，讲时间，豆豆来。豆豆来10秒，讲时间。加油！加油！加7、油！加油！ 5、4、3，恭喜冠军！恭迎过关啦！真厉害！这个表演讲得到。最好。爸爸妈妈有欢喜无？有啊。算落来，果是换观众朋友摕红包的时间到啊哦！两个人来挑战，30秒时间，只要加一组就过关。我算到3哦，会当得到1000块红包，1、2、3。来，这两位，来。欢迎。阮竞赛冠军啊！但是因无练哦，因无练习哦。你感觉这游戏是困难还是简单？我感觉应该介简单。哎呦，伊即嘛是看你无。这规家伙仔拢足有自信的。我是完全无问题，啊，就爱看你啊。加油啊！加油啊！哎，有自信，搁唱声。对，出去啉两杯，观众朋友的挑战，请开始。时间开始哦，30秒。这边多少？加油！8、7、6、5、4、3，恭迎高登啊！恭喜哦！恭喜得到1000块红包！你拄仔改唱声，结果你一开始就落惨。我刚刚看你伫咧挑战的时阵，我想到一句8点钟常常咧讲的话。摇摆无落屁股。啊，大家拢足欢喜的，有的人摕幸福礼，有的人摕红包，恭喜你！恭喜！欢迎酷狗查甫宿舍，哇！
台南来，我姓区叫区依薇。大家好，我是玉山啊。大家好，我是吴仔啊。大家好，我是李启。李启哦！哇，这一看就是台湾竞赛。呀，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台湾。 Thank you. Where do you from? Pakistan. Pakistan。啊，爸爸敢会当用巴基斯坦的话，甲大家拍一个招呼。Assalamualaikum. Assalamualaikum. Yeah. 这是什么意思，妈妈？这是 Urdu。 平安，大家好。哦，那呢，敢会当请爸爸教我讲几句巴基斯坦语？会使哦。会使哦。Very, very, Bibi, Bibi, bari musibat. very musibat。哦。你敢不知？别讲下。你敢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我永远爱你。无，这意思是温饱就还呢。爸爸妈妈，恁当初是安怎熟识的？哦，我伫2007年的时阵去泰国开一个 CCA 会，伫迄种迄个泰国有一个金三角，拢做者非法的种迄个人贩这样子。就亲像电影有这款的故事的对吧？啊，我拢关怀一寡人权的问题、人权问题。那会遐尼特别？你的工课是啥？我是社会工作师，社工师爱高考，无简单。即摆我搁做到家己开事务所安尼。哇！那当帮助更较侪啦。对啊，你的工课就有意义的呢，都是精神层次足悬的。是陪伴真侪人度过因生命中上困难的迄段时间。那呢，你甲爸爸结婚了，因为是无共国家的人，对啊，敢有发生什么你需要去适应的所在？有啊，足侪啊，甲囡仔当时的冤家哦，因为方式无共。 因是乐天派的，俺是有纪律的，俺做有纪律，爱安怎做？我看爸爸的表情，伊是毋是听无台语？嘿，听无？哦，无怪你讲到遐尔啊爽快，一直讲。 So you are so confused right now, right? I am very confused right now. 伊拢听无，所以伫阮兜当时啊，伊讲伊的，我讲我的，安尼阁袂冤家嘛介好。哦，安尼感情足好的呢。因为袂冤家啊，而且恁阿嘛袂感觉你差对无？因为伊听无。啊，恁做伙经营一个家庭啊，爱开钱啊，啥物，这个想法敢有法度共款？无啥共，讲即摆是因伫的国家是男性主外，女性拢是伫厝的。啊，伫台湾嫁互外国人爱做勇敢的，女性爱比查甫用，你毋知？安怎讲？努力趁钱。啊，阮先生嘛是有改变，伊拢屈会落来，搁做家庭的工课安尼。哦。所以我三个后生行，伊感情足好的。那呢？恁今日想要爱的幸福咧是啥景的？是我的细汉后生甲我讲，妈妈哥哥拢有电脑啊，我哪拢无，所以今仔幸福咧就是啥物？电脑。电脑。哇！咱做伙来看，弟弟最想要得到的这幸福咧，机器人电脑。You like it? Yes。好，那就要好好加油啊！马上来进行158啊！一把伫下手盘顶，下悬接起来，按5的倍数增加到20卡，拢无落去就成功过关啊！一卡会当接3届，拢总有2届机会哦。哇，安尼听起来无简单呢。咱做伙来看伊练习的过程。啊，这是我按兜报名这光年倒转来一个节目。弟弟，你知影要算啥无？是要算这吗？敢是要算这？哥哥，你知影要算啥物无？是要算这吗？啊，唔是，你拢唔对啦，咱来看影片就知影啦。哦。 知影吼，安尼俺就爱来练习哦。互伊10支，你看哥哥用。哦，10支耶！1、2、3、20支哦。哇！20支，1、2、3、4、5。哇耶！20支耶！快点看。
你几个？1、2、3、4、5。来，安来用眼啊，试看卖啊！哇，够厉害！安来挑战3支真是做伙的。哇，够赞的啦！真正158啊！赞！你练习甲够好的呢，有信心无？安尼，安做伙加油好无？加油！Oh. Let me try it again. Okay. Yeah, we got it. You were too fast, okay? Okay, let's try now. You did all? 1, 2. 1, 2.哇，你遐是足厉害的对呢！啊，哥哥你是安怎会遐厉害？我想赢电脑。伊想要为着弟弟赢着这个奖品。对。也毋过我感觉妈妈的教育方式足好的，因为拄则甲弟弟讲，弟弟因为这是你足想要的幸福嘞，妈妈希望你会当家己去争取，所以因决定要互些人来挑战。个互弟弟爸爸行伊做伙。哇！哥哥，我知影你足烦恼弟弟的对无？加油吧！加油！我做加油一下好不好？做加油！苦家查甫宿舍，请就位。158啊，请开始。你看起来真正足紧张诶。哦 Take your time。替加油一下好不好？泼下水。That's good. Don't so high. Okay, put it again. Put it again and try one more time. Good. Yeah. Keep going. 你做会到，你一定做会到的，你要对家己有信心，加油！ Balance it and keep it inside. Very good. Huh? Okay, good. 因为看一个囡仔遐尼紧张，我真正就唔甘的。Very good. It's okay. You can do it, OK？ 对囡仔来讲是大伯啊吼。对。啊，不过我都，因妈妈的教育就是伊家己想要伫的物件，家己爱争取。对。差一点嘛，还有机会，还有一届，机会。你看，差一支尔，代表你一定做会到的，你一定做会到的。我就希望伊会当成功的。啊！真可小心吧。It's okay. 无要紧，因为佫有一届机会嘛，是爸爸要来挑战，对无？嘿。咱就甲希望寄托伫爸爸的身上，相信爸爸一定做会到。好，158啊，第2届挑战，请开始。加油！对爸爸加油！平桑。Next。Take your time。爸爸加油！这是20支哦。准备哦。总算是有笑容啊 ！Say something to your dad. You're my hero.
说 You are my hero。 Oh my god！ 我真正足感动的，因为拄则伫咧边啊，我知影妈妈的想法，伊是想讲有这个机会会当互弟弟会当面对家己的人生。啊，我伫咧边看到好亲像咱每一个人的人生，你总是有一寡时间爱家己去面对，你总是会拄着一寡困难，迄当阵只有你一个人。也毋过你的爸爸妈妈，你厝内的人，拢会徛伫你的边啊，拢会徛伫你的背后。保护你，陪伴你，给你加油。啊，就算你无成功，厝内人嘛会做迄个迄责任扛起来。哦，真正足感动的哦，恭喜你会当公赢倒转来，谢谢大家。哇，妈妈，你一定爱讲一寡话来对你的翁婿，对无？伊2工前才倒来台湾尔，阮跨国婚姻就是无共款的国家爱做独立啦。啊，即个活动是我报名的，伊拢唔知。2工前我甲伊讲，你今仔一定爱来录即个节目，伊就开始练习。即个笔电呢，其实真正因2个讨论足久的，因讲袂晓讲台语嘛爱练成安尼。即几工刚好拄啊好，阮爸爸做伙大，拢有讲台语，所以因即马有听台语。我是感觉按台湾人一定爱讲台语，即个语言袂使无去安尼啦。哇，打下去了，足感谢嘞！好，刷落来哇，观众朋友来挑战啊！观众朋友有3届机会，查某是10卡，查甫是15卡，有3届机会，1、2、3，哎，就是这个，哇，来，欢迎！阿姨来。哦，拄则迄弟弟咧耍的时阵，伊坐伫咧头前，你讲了上大声，上大把啊，对无？来，自我介绍一下。叫冯秋月。你好，欢迎。我想要讲有3届机会对吧？对，3届机会。我若1届无过，其他2届我让和哥哥奖金会领。你当大家既然哦，迄观众朋友遐尼有心，对。啊，阮就照伊讲的，好不好？好，来，请就位。158啊，最有心的观众朋友的挑战，请开始。豆豆来哦，无限时间，会当豆豆来。你起码会当体会拄则迄个弟弟的感觉，对无？真正心情足紧张的。哎呦，有机会哦！来，阿姨来，这位来替哥哥加油。Is high, is still high。差一点啊！有机会。恭喜！哇，来，阿姨你替可以。哇！欢迎欧秀拿上药！哇，来，妈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台南来的平安。大家好，我是哥哥第2包。就够追啦！来，我是弟弟第白。大家好，我是阿爸阿翔。2位弟弟介绍了，我巴肚就枵啊！啊，恁的队名嘛，足够水的是谁好的？我好的。是安怎好这名？因为想讲台南乌树啦，应该无啥人听过。真正唔捌听过呢。就想要用这当做队名啊，介绍给大家知影呢。有缘会当去参观哦。听讲恁是初恋，是初恋，啊是为几岁时阵熟识的？国小，对。6年，恭喜6年！恁2个人都做伙啊？迄时是叫做纯嘛算是初恋啊。啊，都一直到即马哦。无啦。高中的时阵，去老师发现阿爸阿母就做生气的，就教我转去别个学校啊。你只转去别个学校？这敢是啥物电影的剧情啊？我即马内面有画面哦，就伊的老爸老母甲伊放伫咧车顶有无？啊，开车走的时候，伊直咧后壁溜。你就迄个画面啊！
差不多是安尼啊，到什么时阵搁重新做伙？出社会。 12年了。 12年了。 12年了。啊是什么原因会搁做伙啊？啊，迄时我拄好破病，在做化疗的时阵，伊迄天有来甲我看。哇！嘿，而且你看爸爸的面啊，看起来都是就爱妈妈的款。啊，这张相片，翕相的人是啥？迄阵交往的男朋友。你讲这么感动的故事，那雄雄有一个前男友，啊，倒边迄是啥物时阵的相片？迄个国小，国小的时阵，国小迄个啊是像老嘞。 哇，好老诶！你自头到尾拢老嘞。你真是迄个痴情的男子汉。哎呦喂呀！是啊，我想要问爸爸，这12年来，你拢无交别女朋友？无，只爱伊一个。敢有呀？一个啦，破声吹落。所以为国小开始到今嘛，那基本上你这世人，就只有交过伊这个女朋友甲某。 就变某安尼对无？无错，无错。哦，所以为国小到出社会12年拢无交女朋友，这真正无简单对的。啊，我总算找到一个人比你搁较痴情啊。这我唔敢比啊。其实也是真幸福的故事啦，真使人感动。因想要爱幸福的是啥咧？电动游戏机。 是不是真心拢来啊？目睭紧紧一直看，一直看。阮翁嘛定定咧陪囡仔耍迄游戏机，因为就耍较足欢喜的。所以我相信这台幸福类若是摕回去，哦，恁大家一定规家伙仔拢做伙耍。来，马上来进行分享互你去，用手讲向杯底分享，互乒乓跳过去头前的杯啊！30秒以内。 10杯拢过就成功过关啊！有2届机会哦。你要来互乒乓跳过去，啊！你点样找练习的时阵，敢有成功过？有啊。好啦，应该是有机会啦。那呢，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水某诶，你也规工分家规个咧看影片啊，是创啥啦？我连窗开啊。连窗开？你家己看。分享互你去。啊？你就搞完呢？这个挑战就搞好你啊！啊？唔是安尼就结束了吗？来啦，练习啦。 呀！哎呀！儿子啊，儿子啊！最辛苦的，儿子啊，儿子啊，儿子啊，改一改。哎呀！那你是不是可以过关啊？儿子，儿子，拜托你个加油好不？好啦，我这个练习一定会过啦。耶！ 加油加油！这个一定过，对啦！你今天有做眼睛呢？阿爸，你看你家遐分在，没有生命问题，我有油印呢。来，你要加油哦！ 一直分享我头了诶，我要跟他一个气球。我今晚要来练习吧。莫学恁囝都要耍。哦，我在练习好不好？安尼敢有效？一定有效的啊！ 1、2、3，加油加油加油！耶！ 乌树若上勇，请就位。分享互你去，请开始。3、2、1。
始。啊，无过。哎呦，厉害厉害！哎呦，有机会哦。就厉害。哎，就很平的呢。快点回头，回头，回头。 爸爸真认真的练习，真正是。刚才用17秒的时间就过关啦！刷落来，哇！观众朋友摕红包的机会来了，一个人挑战30秒的时间，只要5组就会当过关。敢有人想要试看麦？1、2、3。哎呦，你上紧，来，就是这位哥哥。欢迎。哦，你好，你好。 你安怎称呼？张天公阿公。啊，你今日是甲谁做伙来？甲阮未婚妻。哇，真水呢！哦，你拄仔看伊挑战，是毋是感觉其实有简单？迄是因为经过足侪练习的时间呢。嘿，是我感觉其实介困难。介困难哦！一个开始挑战进前哦，我想要这个邀请未婚妻就台，欢迎未婚妻。 等，你叫一下。未婚妻啊？迄人的未婚妻，毋是你的未婚妻啊？Very most big。你看，我有这句话是毋是足好用的？好啦，啊，你讲起来要创啥？好啦，我想讲哦，因拄则过关啊嘛，我想应该是迄爱的力量，所以我邀请伊的未婚妻替伊的未婚夫抗球。对啊，安尼足好的啊。足好的吼，哎 ，Good idea。 你看，哦，无要紧啊 ，Happy wife, Happy life。观众朋友挑战，请就位，分封互你去，请开始。时间开始。哇，较大了，较大了。好，你速度较深，速度较深的。哇！哎。 哇，真正无简单嘞！这真正足困难的，好不好？无要紧啊，这就是好胜啦，好胜。多谢恁就台来挑战，多谢。来，替来摕礼物。你看伊表情，这高水的，来，爸爸摕水，来弟弟。爸爸都想要徛啦。哇，真欢喜啊！你们甲爸爸妈妈讲啥？谢谢。啊，哥哥要讲啥？谢谢。我囡仔一句多谢，对父母来讲，其实就是上甘心的啦。一切辛苦拢有价值。相信今日来参加挑战的家庭，拢得到满满的欢喜甲回忆。假使讲你嘛想要创造属于恁的家庭的美好的回忆，赶紧来报名。公营豆豆来，哇！耶！多谢，爱笑。